還在工作的69歲女士由先生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聽力方案。第一次佩戴助聽器的女士在高噪音環境工作，導致聽力下降。女士右耳差不多全聾，聽力單靠左耳。替女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是左右耳極重至中度弱聽。給女士試用我們的16通道 VK-AI 專業助聽器及24通道的 V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由於她兩隻耳仔的聽力差異比較大，試機效果是16通道 VK-AI 專業助聽器比較好。在她背後180度試機，她都聽一清楚。有聽得我講嘢清唔清楚啊？清楚。飲咖啡落唔落奶㗎？落㗎。有冇落糖啊？少少。女士最後決定購買我們這款16通道 VK-AI 專業助聽器，希望她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工作順利，生活愉快。